我話俾每一位香港朋友知一個極殘酷、從來少人敢講嘅玄學鐵律：你今世最愛、最放不下、最令你勞轉難眠、牽腸掛肚嘅伴侶，根本唔係你嘅良緣，絕大多數都係你前世嘅仇人，欠你債，或者你欠佢債嘅討債人。你一生入面所有嘅感情委屈、無端爭執、愛得身心俱疲、想分捨不得、想過又唔開心，統統都係今世嚟清還前世恩怨嘅必然結果。好多人成日問我，點解自己為人善良、對感情專一、對伴侶百般遷就，偏偏情路奇嘅婚姻內耗、拍拖日日吵架？其實從來唔係你運氣差揀錯人，而係你哋前世靈魂結咗怨、留咗債，今生先會以愛情婚姻嘅名義重逢，專門嚟互相清算、互相磨練、互相還債。大家一定要記住我講嘅呢句金句，一生受用。良緣從來無波鬆，仇緣先至刻骨銘心。真正嘅天廚正緣係平淡舒服、相處自在、互相體諒、少爭執、少內耗，唔會令你情緒大起大落，更加唔會折磨你心神、消耗你福運。但凡總一見鍾情、愛得勒勒烈烈，又愛又恨，拉扯不斷，開心極甜，傷心極痛，分分合合，始終斷唔清嘅感情，100%係前世仇緣重逢，係命運安排嘅情債清算。今日蘇文峰就用2個親身接見、真實發生喺香港嘅個案，徹底拆解呢個輪迴秘密，再教大家實用化解方法，徹底擺脫仇緣折磨，斷開感情惡性輪迴。首先同大家分享第一個深刻個案，係上年一位43歲嘅香港已婚女士阿拉斯，專程嚟我工作室問姻緣運。阿拉斯同老公拍拖4年，結婚11年，2個人冇出軌、冇背叛、冇金錢欺騙，在外人眼中甚至係模範夫妻。但只有阿拉斯自己知，呢段婚姻根本係無止境嘅內耗折磨。佢老公性格冷漠孤僻，極度自我，從來唔會主動關心佢、體憐佢。阿拉斯每日返工面後獨仔，打理家頭細務，一手包辦所有家事，默默付出10幾年，但從來換唔到半句感謝，反而動送被挑剔、被冷落、被無視，少少農事就會引發爭吵，動送冷戰幾日。阿拉斯無數次深夜崩潰、失眠流淚，想離婚卻顧及小朋友，捨不得多年感情，妥協忍讓又日日受委屈，長期情緒壓抑之下，身體越來越差，運勢一路下沉。打工多年存唔到半分積蓄，身邊朋友都話佢太傻太遷就，但佢始終擺脫唔到呢段痛苦關係。我當時幫佢細批八字，拆解前世因果，看完之後直接同佢講：你唔好再怪自己，唔好怪對方，你老公根本唔係你嘅天緣，係你前世得罪最深、低欠最多嘅仇人。前世嘅阿拉斯係清代時期一位家境優渥嘅千金小姐，性格高傲，任性恃寵生腰，身邊有一位默默侍奉佢多年嘅貼身侍從，就係今世佢老公嘅前世。呢位侍從對佢忠心耿耿，無條件付出，為佢擋過災、扛過禍。但阿拉斯自視甚高，從來唔珍惜對方嘅真心，動輒無辜責罵，刻意冷落，甚至因為一時意氣，斷咗對方一生出路，令對方終身孤苦。屈不而終，臨終前積滿咗無盡嘅委屈同怨恨。輪迴轉世之後，呢份未了嘅怨氣、未清嘅人情債，就化為今世嘅夫妻姻緣，專門嚟找佢清算還債。所以今世先會出現呢種極端反差。你拼命付出，對方冷漠消耗；你百般包容，對方得寸進尺；你愛得深沉，對方毫無回應。呢啲全部都係因果輪迴嘅對等償還，唔係對方變壞，而係前世嘅債，今世必須要還。阿加尼聽完當場淚崩，終於明白自己10幾年嘅婚姻折磨根本唔係運氣差，而係命中注定嘅長債歷程。跟住再同大家講第2個更扎心嘅香港個案，係一位38歲嘅男士阿耀，從細到大感情運極其坎坷，每一段感情都係全身心付出，最後都係被背叛、被消耗、被無情抱棄。上年佢一段長達6年嘅感情徹底破裂，呢6年入面，佢對女朋友百般遷就，有求必應，捨得使錢，捨得付出，就算對方脾氣暴躁、無理取鬧、反覆消耗佢、欺騙佢，甚至令佢投資失利、無端破財，佢都始終不願放手。身邊所有親朋好友都勸佢趁早斷捨離，呢段感情根本唔匹配，只會拖累佢。但阿耀就係控制唔到自己嘅執念，明知痛苦都要死撐。我幫佢拆解前世輪迴之後，真相極之震撼。
阿瑤前世係民國時期一位經商嘅生意人，頭腦靈活，家底不錯，但為人心機深沉，重利輕情。當年有一位真心愛佢、冇條件信任佢嘅女子，將自己所有積蓄真心全部交付俾佢，願意同佢共度風雨。但阿瑤為咗自身利益，狠心欺騙對方，辜負對方真心，最後榨乾對方所有價值之後無情抱棄，令對方傷心欲絕，孤獨終老，含恨而終。呢位被辜負、被傷透嘅女子，就係今世折磨佢6年嘅女朋友。今生重逢就係專門嚟討情債、討心債、討財債，所以阿瑤先會無底線付出、無條件忍讓，被消耗、被傷害都執念難捨。呢個就係玄學入面最難化解、最難斷開嘅仇怨情債。好多香港朋友誤以為情債只係簡單嘅感情啱欠，其實情債分2種，一種係善緣情債，前世互相成全、互相善待、知恩圖報，今世重逢就係相濡以沫、平淡幸福、互相扶持、福氣滿滿；而另一種就係惡緣仇債，前世互相傷害、互相虧欠，結下怨恨、埋下芥蒂，今世就會以愛情、婚姻嘅名義強行肯定，用幾年、幾十年甚至一世嘅時間，互相折磨、互相消耗，徹底清算前世所有嘅恩怨業力。蘇文峰今日同大家講透最深層、最少人知嘅輪迴真相。點解9成痛苦嘅感情都係前世仇人相見？第一，輪迴大道從來公平，有欠必還，有怨必報。世間所有遇見，統統都係久別重逢，冇任何一場相遇係無端發生。你今世遇到嘅每一個令你心痛、令你內耗、令你放不下、令你改變運勢嘅愛人，必然同你前世有極深嘅糾葛。要麼你前世傷過佢、呆過佢，要麼佢前世欠過你、負過你恩怨，一日未了輪迴，一日不止，感情就一日無法平順。第二，善緣無波動，仇緣多牽更。真正嘅正緣，氣場相合，福氣相通，相處起身舒服自在，順風順水，冇過多爭執，冇過多內耗，平平淡淡就可以相守一生。而前世結怨嘅2個人，靈氣相克，業力相沖。一旦今世想戀相處，就會出現極端嘅感情狀態，要麼愛得辣辣烈烈，非對方不可，要麼嘈得死去活來，勢同水火，分分合合，拉扯糾纏，永遠冇真正嘅安穩同平靜。第三，執念愈深，痛苦愈重，賽梅愈難清。好多人感情入面最大嘅誤區就係明知對方消耗自己、傷害自己、拖累自己，仲要死抓不放，執着改變對方，不甘心自己嘅付出白費。其實你嘅執念從來唔係今世嘅愛，而係前世殘留嘅業力牽引。執念愈重，還債嘅時間就愈長，承受嘅折磨就愈多。好多香港朋友都問我，點解2個人單獨生活運勢好好，一埋一齊就諸多波折，破財連連，身體變差，事事唔順？答案好簡單，就係你哋係前世仇人。2個人嘅業力相沖，殺氣互動，一齊相處就會互相抵消福氣，互相催生晦氣。單身時順風順水，談戀愛結婚之後即刻運勢大跌，萬事受阻。呢個就係玄學入面最典型嘅仇怨黑運。仲有一種好隱蔽，好多人睇唔穿嘅隱形仇怨。表面上伴侶溫柔體貼，對你好好，從唔同你吵架，但你同佢一齊之後就會不知不覺間運勢下滑，做事唔順，財氣留不住，身體虛弱，多病痛。呢種就係前世輕微呆欠結落嘅小仇怨。今世對方唔會同你正面衝突，但會默默消耗你嘅福報，拖垮你嘅運勢。呢種無聲無息嘅傷害，比日日爭吵更加難化解，更加折磨人。我縱觀幾十年玄學實戰，睇過上萬個香港姻緣個案，總結出一條鐵定不變嘅規律：所有令你情緒內耗、夜夜失眠、自我懷疑、放棄底線、運勢倒退嘅感情，統統都唔係正緣，全部都係前世累積落嚟嘅仇債輪迴。好多人一生碌碌無為，存唔到錢，事業受阻，福氣薄弱。根源根本唔係風水問題、努力問題，而係身邊躺住一個前世仇人，日日同你糾纏，時時消耗你福報，默默拖垮你人生。講到呢度，好多朋友一定會心慌，會疑惑難道，遇到呢種仇怨伴侶，就只能一世忍受，認命受苦，永遠無法解脫。蘇文峰明確同大家講，絕對唔係玄學嘅真正意義，從來唔係叫大家消極認命，任由擺佈，而係知命改命，圖吉避凶。仇怨可以化解，情債可以清償，輪迴可以切斷，爛姻緣可以扭轉。
今日我就教大家4招香港人最適用、零成本、最有效嘅化解方法，徹底斷開前世仇人帶來嘅感情劫、運勢劫、人生劫。第一招，放下執念，坦然接受，安心還債。面對前世仇緣伴侶，最愚蠢嘅做法就係執着改變對方，強求對方真心不甘心，自己付出冇回報，成日抱怨命運不公。你越執着越糾結，越不甘，業力就越重，恩怨就越深，債務就愈還不清。真正聰明嘅做法係看透因果，坦然認命，唔爭唔嘈，唔計較回報。你要明白今世所有嘅委屈、消耗、傷害、磨難，都係緊清前世嘅爛賬爛因果，係一次修心、修福、修緣嘅機會。當你徹底放下執念，放平心態，不再較真，呢筆累積幾世嘅情債就會快速清零，恩怨即刻了斷。要麼兩個人慢慢和平相處，回歸平淡安穩，要麼緣盡自然和平分開，徹底脫離痛苦。咁第二招，停止情緒對立，拒絕互相消耗。仇緣夫妻、仇緣情侶最典型嘅特徵就係中意硬碰硬，互相抬煉，互相挑剔，互相否定，小事化大，無事生非。你越係爭吵，越係對立，雙方怨氣就越重，業力就越深，輪迴就越難破解。從今日開始，無論對方講咩、做咩、點樣態度對你，你都唔好糾嘴，唔好動氣，唔好計較，唔好糾結。學會包容，學會沉默，學會柔性化解，以善化惡，以柔克剛，慢慢散去雙方累積嘅怨氣。怨氣散，業力消，情債清，福氣自然就會返嚟。第三招，積善修德，累積福報，以善抵惡。前世結落嘅惡因，絕對可以用今世嘅善果徹底化解。所有感情痛苦、仇緣折磨、運勢低迷，本質都係自身福報太薄，撐唔住累積嘅惡業。日常生活入面，多行善事，多積口德，少講人是非，少抱怨生活，少心存怨氣，時常保持心善念正，待人寬厚，自身陽氣同福報就會越積越厚，慢慢壓過惡業殺氣。原本折磨你嘅感情劫難運勢都會逐漸變淡，直至徹底消失。第四招，調醒住室風水，穩定感情氣場，切斷惡性九重。大部分被仇緣折磨嘅人，廚室都會陰氣偏重，雜氣混亂，殺氣囤積會不斷加重情緒內耗，加深恩怨九重。大家記住，齋室一定要保持乾淨通透，光線充足，空氣流通，千祈唔好堆雜物，唔好擺破損舊物，唔好擺尖刺植物，唔好擺晦氣擺件，維持齋室平和乾淨嘅氣場，就能有效中和雙方怨氣，減少爭執內耗，穩定感情運勢，慢慢切斷前世帶來嘅惡性輪迴。好多香港朋友都問我，點解前世仇人今世初見會一見鍾情，覺得超熟悉、超心動？呢個真相我今日徹底講透。一見鍾情從來唔一定係良緣，絕大多數係前世靈魂記憶嘅陷阱。你見到對方第一眼嘅熟悉感、心動感、歸屬感，唔係因為對方完美，而係你哋前世恩怨太深，牽情太重，靈魂深處早已識別對方，自動開啟今世嘅還債模式。呢種勒勒烈烈、奮不顧身嘅愛，全部都係債務牽引、業力驅動，根本唔係真正嘅良緣。大家一定要分得清。麻花一現，大起大落，拉扯折磨嘅係仇緣；細水長流，平淡溫柔，舒服自在嘅先係正緣。最後蘇文峰同所有香港老友講句真心說話：姻緣呢件事係世間最公平、最真實嘅輪迴，從來唔會有無端嘅遇見、無端嘅傷害、無端嘅折磨。你今世遇到嘅每一個人，經歷嘅每一段感情，承受嘅每一次委屈，都係前世因果嘅延續，今世必然嘅修行。聰明嘅人看透因果，坦然還債，放下執念，早日清債，早日解結，早日脫離苦海，迎來良緣。愚昧嘅人執着舊重，怨天尤人，互相傷害，令恩怨越積越深，惡業愈累越重。下一世繼續重複呢種痛苦輪迴。感情最好嘅狀態，從來唔係立烈烈驚天動地，而係歲月靜好，互相體濃，舒服自在，長久安穩。如果你而家正處於痛苦姻緣，被伴侶消耗，日日爭執內耗，執念難捨，千祈唔好再抱怨，唔好再較真，唔好再死抓不放，坦然接受呢段修行，好好化解前世情債，徹底放下執念，等債務清零，恩怨了斷，你自然會脫離爛人爛感情，遠離感情折磨，迎來屬於你嘅平順良緣，順遂人生。呢個就係愛人皆係前世仇人嘅終極輪迴真相。看懂嘅朋友一定要點讚收藏，分享俾身邊為感情
煩惱情路坎坷嘅親朋好友。下期我再同大家拆解更多香港人專用嘅姻緣、開運、改運、避劫實戰乾貨。